紧急救援资讯，姓名、地址、血型、过敏源、服用药物、器官捐证明不明。联络人应该按联络人进去，填名字填电话号码、手机号码。就说拥有手机的人，万一需要就医了哈，那人家帮忙他的人就透过他的手机，那有的手机有设密码，那不必经过密码就可以透过这个紧急联络人的电话。不同版本不一样，画面不一样。这个比较旧的手机还可以，你看按紧急救援资讯啊，你看右上方联络人打进按进去填姓名，还填手机电话号码，手机号码或者家里的号码，然后可以联络紧急联络人。有很多手机都要经过密码才能够进入桌面呢。像现在录影的这一支是要向上推，有9个点要画出图案，那个密码图案才能进入桌面呢。然后没有密码，没有进入桌面的可以打电话，紧急电话，那是自己打的。那如果需要人家帮忙，要联络紧急联络人，就要里面有那个紧急联络人的电话可以打，就是要做这个设定的。找不到嘞，找不到那个点进去设定的位置。这个旧的手机还有呢。